恭喜台灣嘅粉絲啊，成為咗橫琴尊貴嘅業主啊！僅僅只係用咗2個禮拜嘅時間，從睇樓到買樓到網簽過戶，成個過程啊就完成啦，非常之順利。最近啊，亦都接到好多台灣嘅粉絲諮詢咧，想要到珠海或者橫琴買樓嘅。今日咧，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位台灣嘅粉絲喺橫琴買樓、結匯、按揭到網簽成嘅過程，尤其係台灣嘅朋友咧，可以重點參考一下。呢位粉絲啊，係12月7號聯繫到我嘅，話9號、10號到珠海，想要睇一下橫琴嘅樓盤。咁啊，9號咧當日係睇咗橫琴2個樓盤，最終咧係選擇咗橫琴好愛廣場呢個樓盤，覺得呢度咧符合佢哋嘅需求。落樓就係橫琴好愛，直接過關就係澳門嘅氹仔啦。從澳門嘅機場可以直飛翻去台灣，加上樓上又係樓下又係大型嘅商場，仲有輕軌站，衣食住行呢度咧都非常之方便。客戶咧係做咗按揭貸款嘅，咁啊首期款咧係15%，貸款咧係8.5成。買完樓之後咧，咁啊第二日咧，我哋就帶佢去銀行簽貸款嘅合同，順便都做咗結匯嘅手續。咁啊10號當晚咧，客戶就翻去台灣啦。去到22號咧，客戶由台灣再次過嚟，咁啊喺珠海咧做咗結匯，交完首期款咧，銀行同貸書亦都啱好出咗嚟。咁啊今日咧23號就順利完成咗網簽過戶，接落嚟就係等收樓啦。咁啊成個過程咧非常之順暢，中途啊冇浪費任何嘅時間，包括一直咧都係我全程本人1對1咧帶住客戶咧去辦理嘅。咁啊客戶咧一個係嚟咗2次，而且每一次咧都只係嚟咗2日嘅時間。咁啊喺呢度想建議台灣或者係港澳嘅朋友咧嚟珠海睇樓之前啊，盡量係做好功課，對珠海每個區域嘅樓盤做個了解。咁啊包括按揭嘅一啲手續、結匯嘅一啲所需嘅手續資料，再過嚟去睇樓、去買樓，咁樣咧就可以避免白跑一趟。